菲律宾东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伫咧今仔日下晡已经结做今年的第3号风台凯米，估计上近2、3载时有机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后礼拜3、拜4可能上挖台湾，到时就有可能变做中度风台。接落来，风台会为倒位行？专家讲后礼拜1是关键，但是风台向日本的米亚库方向行，对台湾影响就较大。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这个周末拢是温度真悬、真热的天气。而屏东甲台东，还有台北信义区，拢有超过37.7度的高温。因为菲律宾东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伫20下晡加做今年第3号轻度风台凯米，按算下礼拜2早起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台风它的外围环流逐渐的开始影响到我们，所以水汽会明显的增多。北部、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。周3、周4这2天，台风是最为接近我们的，所以届时呢，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、东北部地区，都是有阵雨或是雷雨的现象。气象署指出，凯米风台路线依然有变数，下礼拜2爱注意沿海有长影，到下礼拜3、下礼拜4也是凯米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间点。因为台湾带来风雨，其他气象专家指出，目前伊是向西北西方向行，下礼拜2是观察风台路线的关键点。用预测模式来看，有可能朝向宫古岛东边方向行，另外一种是向宫古岛西边行。那凯米路线继续向西边行，对台湾影响就会变大，和民众爱提早做好准备。这个台风如果是越往西，对台湾的影响当然就越大。应该达到中度的台风是非常这个机会非常高，乃至于中度接近强烈。专家指出，凯米风台未来转做中度风台纪录悬，要密切观察路线加所震动的速度。在南海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未来可能降做风台，朝向海南岛方向行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不过因为甲凯米风台离较远，加做相台效应的几率无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